1959年8月初7，当时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伫嘉义布地登陆，伫花莲甲新港之间又升出副低压形成西南气流，地区中南部落超大豪雨。迄个时阵水利设施也无够完善，造成水灾，总共667个人死亡，408失踪，是台湾战后到即马受灾人数只差921，甲800水灾重大灾难。2015年8月初7，返学生课纲学生伫占领教育部162小时了后宣布，因为风台来，加上诉求已经阶段性达成，因此退场。但是学生强调退场不是结束，会继续坚持要求政府将来微调课纲。2016年8月初7，泰国掌权的军政府创意出新宪法，举行公投。当时泰国总理声称，这部新宪法会当恢复泰国民主，而且带来清廉甲稳定的政治。被政变推翻的前总理英拉是呼吁支持者站出来，对军政府的宪法投下反对票。当局为了防止示威动乱，部署20万的警力维持秩序。